好像这么大块肉啊！这够肥的呀！哎，这人嘴怎么长上边啊？嘿，你倒着，你嘴还不老实！哎呦，哎呀，干什么你啊？哎呦本来前面肿了，现在后边也疼了。这回你嘴长上边了。呸！上我这干嘛来了？带见面礼了吗？我不找你，我找那鸟人。哎呀，鸟人，我来找你。找我？你我好像没什么交情。是没什么交情，我要不是看你快戴绿帽子了，我才懒得理你呢。嘿，你敢辱骂我师傅？我看你这分明是茅房里点灯。这不是成语吧？当然是，你找死！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娘子快被别人霸占了，娘子他马上要戴绿帽子了。哎呦，我师傅又有娘子！哎呀，师傅你有娘子啊？他娘子不就是我师母吗？哎，真是，师傅，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吧，你就闭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说清楚。姓潘的那狗贼，逼着冬青姑娘跟他进洞房。什么？我师娘，你不熟，就是花姨。她告诉我说，你跟冬青从小就定了亲，现在那个狗贼要霸占她。你说你是不是要快戴绿帽子了？冬青现在在什么地方？在醉月楼，被官兵包围着，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哎呀，哎，就这么走了？师傅，晚上带师娘回来吃晚饭啊？靠边！爷，花姨，马上飞怎么还不回来呀？快了啊，别着急啊，这马上飞啊，他可千万别飞过头啊。你说马上飞能找到英雄哥哥吗？这放心吧，他一定可以的。花姨，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但是如果马上飞真找不到英雄哥哥的话，那我姐姐真得嫁给那个大坏蛋了。我现在担心的不只是冬晴，这眼看着一个时辰就要过去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花姨，怎么回事啊？花姨，姓潘的那个狗贼开始抓人了。赶紧带人员藏起来啊！是，花姨，叫少爷，快走，快走，快！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放开我！走，是的，快走！潘汝贞，带起来！花姨，救命啊！花姨，兰兰，潘汝贞，放开他！给我识相点！你，我告诉你，花姨，时辰可是到了，我说过的话会兑现的。来人，在，把这个女子拖出去杀了。是。走，冬青呢？救我！花姨，冬青，姓潘的，姓潘的，兰兰跟你有何冤仇？你为什么要杀她？兰兰与我无冤无仇。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难道花姨没有告诉你吗？我在我的房间里等你，只要你不来，每隔一个时辰我就会杀掉一个人，直到你心甘情愿的从了。潘汝贞，你，花姨，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想找到周旋的机会，让你可以回答他的要求。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你们都看到了本府的忍耐是有限的，所以不想让人在你们的面前继续倒下。该怎么着，你们自己应该心里清楚啊。等等，还有什么见教？我答应你，马上到你房里去找你。冬晴，此话当真？我杨冬晴说话绝不失仪。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你说吧。我要你马上把包围在醉月楼的兵全部撤走。这，若是不答应，你将得到的也只是我的一具尸体。好，本府答应你，但这是我最后的让步。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要再耍什么花招，到时候让你知道什么是后悔。冬晴啊，我不能让你再受这委屈。花姨，帮我看看包围的官兵，
是不是真的撤走？我不想再让醉月楼任何一个人为我而流血。走，跟上！大人，醉月楼这群反贼狡猾多诈，你将包围的官兵撤走，万一他们趁机把顾县城的孙子也一起带走的话，那我们之前精心的部署，岂不都白费了吗？哼！锦衣卫纵横天下，我乃锦衣卫的指挥使，区区几个反贼还能讨得了我的手掌心吗？不要忘了，9000岁最想得到的是顾县城的官印图文。你把顾县城的孙子给我看紧了，一有机会你就把他拿到巡抚衙门，不得有遵命。官兵都撤了吗？也是我该履行承诺的时候了。姐姐，花姨不都说了吗？保卫醉月楼的官兵都走了，你不用嫁给大坏蛋了。你要保护我，一起去辽东找袁将军。人愿，姐姐以后再也保护不了你了。你是男子汉，要勇敢，要学会照顾自己，知道吗？可是我舍不得姐姐。姐姐也舍不得人愿。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记住姐姐说的话，你以后不许再哭，要学会懂事。你身上的责任重大，绝不能因为一点小事让你爷爷和那些为了保护你而失去宝贵性命的义士们白白牺牲。你明白吗？我明白。可是，记住我说的话，人愿，姐姐想让你笑着。姐姐，你看我笑了。冬晴，我实在是舍不得。难道你就这么甘心，这么认命了吗？命该如此，我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呢？刚才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就算我以死相逼，换来的也是姓潘那狗贼的缓兵之计。他真正的目的是人愿，一旦他的目的达成了，他一定会血洗醉月楼，而我也只不过是这次血案的一个添头。可如果我这个添头能给大家带来逃生的机会，我就值了。花姨，不要让我的付出白费，尽快想办法带人愿离开无锡城，离得越远，就越多一份安全。我会尽量拖住时间，但是能拖多久，我不敢保证。你说，你不知道你能拖多久？我明白了，你为了保住清白，不惜和那狗贼玉石俱焚，对不对？花姨，你就别再逼问我了。冬晴，我太了解你了。既然你了解我，你就知道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冬晴，照我的话去做，照顾好人愿。冬青姐，冬青姐，艾弟，冬青姐，她吵着非要来不可。冬青姐，你的事情他们都跟我说了，咱们姐妹一场，你听我的，别那么傻，你要向我学，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一定要嫁给一个你爱的人呀。谢谢你，艾弟。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有自己的选择。我衷心祝福你。哎呀，冬青姐，你别走呀！冬晴，你那位朋友已经告诉我了，你该不会已经答应潘如真了吧？你明知道我会这么做，
你又何必再明知故问呢？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一直以来，我认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你既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你就更不能。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为了你，为了从小和我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你，还是为了和我有着不共戴天、血海深仇、杀父仇人的你？你就算不为了谁，也该为你自己吧。我为的就是我自己。我不甘沦落风尘，我想攀龙附凤，我想做一只飞上枝头的凤凰，我想风风光光做一个巡抚大人的夫人。我有什么错？我没错。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说的是气话、反话。不，我说的全部都是真心话。我弟一生为官清廉，可是他最后惨遭杀害，冤死，而我一个人孤零无依。如今我想找个归宿，找个依靠，我有什么错？不，你并不孤独。我答应过杨伯伯要照顾你，我会照顾你的。不，站在我面前的是叶千胡叶大人，不再是我的鸿运哥哥。我知道你对我不谅解，但是你为你爹想一想，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若是他泉下有知，知道你如此不珍惜自己，他能含笑九泉吗？那你呢？你又珍惜过自己吗？你是我爹的授业门生，曾是他的未婚女婿，他对你视如己出。如果让他知道你现在是为祸人间、残杀忠良的魔头，他能含笑九泉吗？为什么把我说得如此不堪？你一向都是最了解我的人，现在不是。一切都已经变了，真的变了。我们之间变得好陌生。我没有变，不管一切怎么变，我对你始终没变，跟从前一样。没变。我们之间就像这只已经断了的玉镯，虽然将它重新镶合，但是它还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吗？当然不能。这道裂痕永远没有办法消失，我们之间也永远没有什么话好说。我要先走了，不能让潘大人久等。我最后再说一次，留下来。我也最后再说一次，放手。要跳火坑了，你也不去救他，你算是个男人吗你？英雄哥哥，你快去把姐姐找回来吧，英雄哥哥！哎，冬青姑娘，谢谢你，马上飞。英雄哥哥，你为什么不留住姐姐呀？我求你，快去把姐姐找回来吧！我求求你了！别求他了，像他这种冷血无情的人，求了也是白求。鸟人，你没拦住冬青姑娘啊？那你飞那么快干什么呀？他想留，不用我求；不想留，谁求也没有用。还挺拽，你不去救他，我去。哇，又到了我放风的时间了。哎，相公，你干嘛去啊？等等我。哎，你们一个傻一个蠢，怎么救人呢？去送死啊！